钟的时阵，敢有听到人咧冤家？有哦，这大声的呢！我搁走出去看，结果是来参加比赛的家庭哦，为着要赢，伫咧讨论讲谁的方法较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这就是咱公营倒转来 Plus 的精神，会当看到所有观众朋友甲幸福咧炸转去做，对咱来讲嘛是一种幸福。所以，咱会更较热情的替因加油。观众朋友嘛，较热情的，做伙来参加挑战，搁有机会当甲红包摕到手，大家讲好不好？好，相信今日的四组家庭嘛已经准备好啊。马上来欢迎头一组阮兜圆滚滚。欢迎。再来欢迎温暖合作会。第三组欢迎王来队。最后一组欢迎金珠乌衣队。头一组，咱高雄在地 DJ 依依。对啦，我是神鹿依依啦。我两是神鹿诶，神鹿啦。因为我的名叫依依嘛，所以我当依棍棍啊。啊依依，我大家拢知啊，妈妈后来介绍一个家己好唔好啊？来，我是依依妈妈阿金姐。我是依依的爸阿红。阿红的心情。来，这边是温暖合作会，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啦，我是姐姐，我叫柯庆我。来，我是弟弟柯玉和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林香莲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爸爸，我柯文明。温暖合作会对吧？欢迎。来，再来是王来队。我是郑竹南郑老师。我是蔡冰辉主任老师的太太，大家好。欢迎。我是黄小勇，主任老师的丈母。欢迎。小公主。啊，你的职业是啥？我职业是那个国标舞的老师。国标老师。哦，你看徛迄办事就无共的咯。今天的咱个节目啊，是不是要来表演一段给大家看？有需要表演一段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公，我是阿明辉，我是咧扫货柜车的司机啦。欢迎。我是阿嬷，我叫做陈玉芳。大家好，我是那阿爸，我叫阿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母，我叫桂桂。桂，欢迎。那你想要好一个这么好食的名哈？阮这个孙哦，大家来去饲饭，你若无甲放珍珠芋圆，伊都唔食。是哦，是无唔对。啊，跟我摆歌试看卖。效果无遐好。哦，真奇怪。欢迎。是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暖到一棍棍。欢迎，嗨，大家好。规家伙感情拢足好的，对不？袂歹。不管去对做什么代志，拢爱做伙，嘛常常做伙出国佚佗。系啊，我打赌迄咯，澳门倒转来，哎呀，最好耍的啊，最好耍的。我斗阵食，斗阵困，斗阵出去佚佗，啊个斗阵吼，因阁陪我去相亲。连相亲嘛，规家伙做你拢唔惊讲人惊走啊？规棚拖去安尼，结果你敢知安怎吗？安怎？迄男主角竟然嘿，把阮妹妹拖走去。你小妹今日想啊无来，我甲伊教死一个。迄届了后，我再也不爱带伊出门啊！你要等我手倒去，无来啦，妹妹较水。有成功哦！你讲啥物？
安尼较水啊！我卡水，啊，即摆咧，妹妹即摆的，生啥的哦？嘉义的人。他唔讲，无讲啦。我想讲哦，卡叔讲是甲迄个查甫人洗衫的，我真正唔知影你即马是要安怎转去厝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唔知影要安怎面对啊。哎，我这边行情就好的呢吼。是哦。你人嘛就好，对啊你像你的男朋友，你讲安尼，该学咯。是家伙啊，无多啦。想讲伊较水啦，阮老母讲的啦。就真正的。真正，啊，老师妈妈咧讲啥物话，甲伊安慰者，哎呦。啊，就真正因一个人伫咧节目上会当咧唱声，就代表因的感情是真正足好的。啊，感情遐尼好，今日的幸福礼嘛，一定是互规家伙来当更较幸福的礼物，对无？是啥？空气过日子，对啊，哦。是安怎选择这个礼物啊？三个孙吼都鼻啊会过敏，对哎，所啊，你以讲的三个孙是因小妹迄三个嘿啦孙。嘿啦，我迄三我要就爱哦，你巴顿真正足快呢。哎呦，我妈妈的心偏伫家啦，偏伫家啦。哎，无法度啊，毕竟是小妹，互妈妈抱孙嘛。对啦。哎呀无你紧啊，你紧啊。啊是讲本节目吼啦，准讲阮赢吼，我是要来介绍男朋友还是安怎？搞有这个好无？有这个好无？咱公营倒转来 Plus 头一届嘿，有来宾，去要求，要求伊的幸福礼爱一个男朋友，真正。所以咱的幸福礼爱找一个男伫遐。嘿，对，有人伫遮有无？看这幸福礼。好不爱，好不爱空气清净机。哎，这足奇怪的。哎，我甲你砸断来了。做伙来看一下，你的幸福礼生做啥物款？哇，真水呢！好，想要甲这个幸福礼早转去做的，今日的挑战就要搁较拍拼的哦。好，来，今晚马上来进行，看你外高单，拍乒乓，短大到3个目标，15秒以内爱成功，有2届机会哦。哇！爸爸妈妈少年时阵嘛，就要拍乒乓的去。小看啦，小看，哎呦，欠伊呀！啊，迄阵哪开始吼，他追我的时候，哎呦，甲伊拍乒乓吼，其实你的技术吼，比我足多。啊，但是我袂使赢，啊赢就带宝宝啊，对无？赢就带宝宝啊。对。所以自你熟悉妈妈以后，你这世人都无赢过。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对吧？啊，不过今日哦，为着这个幸福礼，你一定爱赢，袂当搁放水啊哦。咱做伙来看 VCR 就知。嘿，今仔日要出礼物啊！哎，听讲是迄球类的礼物啊！哎，我是比篮球、棒球拢足厉害的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敢若球无共款哦，唔知是啥物球，我来看一下。看你外高大是啥物球呢？大家我一定爱颁奖评，迄球我真正袂识，我来看下，好不好？行啦！我来介绍哦，咱讲南无的乒乓球界神雕侠侣，阮老爸甲老母有请。介绍两个就厉害，等我教一个啊，咱来练习看麦。安尼哦。对，还一样嘛，他搞得他一样。哦，不要紧，我袂讲较搞，你无要紧哦。来，来，这个开戏哦。好。来。哦，哎，有呢，还有只拍，哎，等下，哎，那安尼啦，哎，有了，哎，袂歹哦，俺都有迄个小妹，你拍对，你拍对。来，老母你来一看，爱给你拍，唔爱老会，发球哦，好哎。厝里练习吼，敢若袂歹，阮子女拢出来啊哦，咱来换一个所在，来去炫耀的所在，拍一个，Go！妈妈，阿公阿妈姨姨要好们，一米五了耶！我拄则伫咧 VCR 内面，是毋是有看到你的小妹啊？你高高
看到我的小妹，你今仔就是对我的小我妹。重点不是，现在要注意的是，我的重点。你讲好清楚。哎呀，你先听我讲，我的重点不是看到你小妹的面，我是想哦，你咧练习的时阵，应该你小妹要徛伫遮，啊你徛伫遐，啊你小妹应该安尼，嘿嘿嘿，我甲你解释一下。安尼我知啊，还无我跟我爸爸话好啊，我爬了，我妹妹商品大伫遮。那可以了，那可以。希望恁真正会当甲这个幸福咧炸转去厝的。好，来，阮兜圆滚滚，请就位。看你外高单，请开始。对，安尼开始，对不对？开始啦，开始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大家陪咱唱啊，谢谢。有对唔对？有较好，有较好，有较好一寡。啊，不过因两球已经用完了。来，我爸爸。叫啦啦队啦哈。哎呦，来哦。后去的哟。哦。关键是拄拄好，嘿呢。是为两粒的中过去。哎呦。一届两粒的。来，加油！哎呢。哎呦，有线哦。我爸爸标准，真正足专业。是不是？所以我讲我要头前，对不对？这嘴练的呢。恭喜你来到大家的幸福的炸灯一出诶！恭喜啊！桂李基。今晚话观众朋友来挑战啦，观众朋友只要10粒，就1粒，就胜过关的，然后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1、2、3。哇！头一排这位黄色衫姐姐，来，我姓李，我叫春婉。哎，今日哪会来？为着要来看恁翁仔某的。哇！你都要看恁翁。你是不是嘛想要对着我这个幸福咧？谁是？我是安尼想啦，我唔敢讲啦。心内想咧想，啊，不过你还是讲不出来啊。啊，安尼袂使。啊，你有信心无？哦，你电赢的，看你外高单，观众评委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就算你遐尼介意我，你嘛免为我遮拍嘛。哎呀！差一点嘛。我来熟悉就是一个真专业的营养师嘛，看伊安尼，应该细汉时阵是一个真听话的囡仔，想袂到你嘛是照家己的想法的吼。这互弟弟来讲。当初是的时阵啊，咱大家爱添资源，然后备资源拢爸爸已经添好啊，因为爸爸环保相关。不过要交资源的时阵，伊家己去改一个，伊想要读的，伊学类的。这个时阵放榜出来，爸爸填的国立大学嘛对，伊家己填嘛对，走来问我讲，弟弟今晚要安怎？我唔知，你家己甲爸爸讲。好佳在伊早甲爸爸讲了吼，爸爸无反对，嘛是介支持。爸爸迄个时阵发现伊家己偷偷去改掉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我是希望讲囡仔吼，我替伊行过了，伊免行较辛苦。对。知影讲伊该用功下了，其实我心内介欢喜，为什么呢？读册是伊欢喜，伊若读了有欢喜，那嘛该快乐。即摆想介好佳在，因为我刷咧我的一寡身体无爽快，就是伊互我正确的饮食，
啊，互我即马身体拢好看的妈妈，所以我嘛该感谢。这拢是上好的安排啦。有咧爸爸安尼支持，真就幸福的呢。啊，你当初是安怎有这个想法，讲要改这个志愿？因为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爸爸的胃肠足歹的，歹到头壳戆，会晕，会得要昏去。哇，这么严重？对啊，就是一个胃肠无好尔，然后爸爸伊逐个会艰苦甲倒伫厝的碰椅。爸爸呢，我就惊的，这件代志拢一直下伫我的心肝内。我有想讲，有一天我若是有这个能力，我会想要替爸爸解决这个问题。爸爸听你安尼讲，嘛可能啊。你会这么友好，一定是因为你自细爸爸妈妈拢对你足好的，对无？我即马想起来，真正是换做我嘛毋知我会做甲到的。我高中的时阵，我是住伫屏东，然后迄个时阵我的高中我考试，我是去考高雄。迄个时阵是爸爸逐工塞车1点钟去，然后回来嘛1点钟，所以爸爸安尼来回嘛是爱2点钟。伊载我3年。3年。哇，互爸爸拍婆啊一个啊！哇。因为会当含家己的祖囝安尼斗阵，感觉伊讲是感情培养愈甜蜜的所在。囡仔愈来愈大汉啊，爸爸妈妈会更加珍惜两个人相处的时间。这一切付出拢是有价值的。是，爸爸妈妈跟囡仔爱拢是互相的，所以这个幸福礼嘛是恁两个人要送给爸爸妈妈的，对吧？爸爸妈妈敢知影是啥？唔知影，唔知影。咱做伙来看一下，我那个小弟想要送给爸爸妈妈的幸福礼是啥？冷冻柜，哇！是安怎想要送这个幸福礼哈？妈妈自细汉照顾阮照到大汉吼，足辛苦的，但是伊嘛拢会惊阮伫咧外口上班的时阵，食的物件是毋是无够营养？譬如讲，咱伫外口较袂食着青菜，妈妈拢会煮做侪青菜，啊，过甲伊分好好，啊，甲下伫冷冻柜，大个外送起来台北，互我甲弟弟。阮兜已经买2台冰箱，阁无够的。喂，头前讲啊遐尼感动，啊，毋过今麦我哪会感觉这个幸福礼是恁两个要伫的？我想讲，阮两个若是欢喜，我感觉足歹势着。我想讲，我欢喜为着你嘛。愈讲愈心虚哦。安尼爸爸妈妈拢对恁足好的呢。今日是毋是会当把这个幸福礼早登去厝的，互妈妈的爱继续囝咧台北为继续食。吼，即马马上来进行鸡龟射破。35支飞镖爱射破过的鸡龟啊，就算过关啊。今日是谁要来挑战？我。做伙拍。爸爸妈妈伫咧边仔加油哦。啊，恁两个平常时间有定来去夜市啊？毋捌去过。那安尼咱做伙来看一下，恁两个人练习的 VCR。姐啊，我的报告到底是安怎？看什么营养，你唔要紧甲我讲。你这个报告吼，我感觉你欠一个冷冻柜。你啊看哦，嘿哦，咱伫咧厝的时阵啊，爸爸妈妈为着要传物件，互人甲咱外送，迄冰箱拢无够冰啊！啊，你袂感觉就是爱需要一台冷冻柜吗？我已经去探听好啊，即马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这。啊？鸡龟射破。行，咱即马进来练习。行啦！行。上好准哦，甲写过哦。你先。等下。等进前补一下这个啊，有够目睭啊，安尼射较准。袂歹呢。来，来。叮咚！哎呀，哎呦！老哥，我感觉吼，你即马食这应该个无啥够，你爱运动啊。袂歹哦。哎呦！安尼袂使啦，你个气你啊！好讲，啊你伫厝无爱好好练，你带我来这夜车是要创啥？咱来试看觅啊，咱练习的成果安怎？行，咱来练习。高久毋捌安尼放纵，安尼袂歹呢。啊，毋是刚要食尔，嘛是搁要继续练习。好啦，我先搁食一个啦。
那个，没这简单呢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的手下面不要动，就是前后动就瞄好之后用力出去。哦，瞄好，然后用力。哎，真正有人有餐呢！你看我够赢到奖品。真的，还佫有头家的加持。哎呦，对，头家有甲咱教，教要安怎下气球。哦，这个的比赛稳的啊啦。对，一定爱赢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哇，是足用心的呢，人足老演的。一开始够叫本，够叫情呢。哦，迄影片嘛 ，VCR 尾啊，你讲稳啊，是不是？迄头家有教你什么撇步？伊有甲我讲吼，你用的时阵，这袂用的，袂用的当嘿，啊你敢若会用的当遮，嘿，爱安尼。啊，毋过我这疼，就疼，迄个会无力。嗯，所以我感觉。头家讲的足简单的，啊，毋过我家己咧练的时阵有够困难的啊！加油啦，吼，一定要甲幸福的早转去厝的。来，加油一个，温暖口奏会，加油！来，我先哦。温暖口奏会，请就位。鸡龟下破，请开始。3、2。加油！哎哦，对。哎，这个表是温力。啊！都是差一点啊！来。哇！加油！哦！加油哦！哎呀！来，弟弟来加油！都需要3个哦，来，吼，这裤子袂歹哦。哇！哎，超干红的。哦！都需要妹妹。会赢的，来。最后一个。真正有学到头家的撇步，真正是有准哦，真正有准，真厉害。观众朋友，话恁啊，有机会来摕红包啊，只要5支飞镖，着1粒鸡龟啊，就算过关。敢有人想要试看没？1、2、3，来，你头一排的妹妹来。来，你叫啥物名？多啦。多啦是我的查某囝呢。啊，你今年几岁啊9岁。9岁哦。啊，你平常时敢有伫咧夜市啊算这个游戏？有。有哦。你要甲奖金摕回去啊，吼。好。加油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就位鸡龟下破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妹妹，你会当头前一步，安尼好不好？会当开始啊！真厉害！你暗时拢无困，拢偷偷练习的吧？妹妹，你会当外头甲这个哥哥讲，无需要头家建议啦。嘿，太棒！嘿，来，你敢有欢喜？欢喜。欢喜哦！恭喜！恭喜哦！欢迎！感觉咱要访问这组爱用跳的，哪跳哪访问？哎呦！就老师。是哦，主持人呗。啊，无啊！你拄则跳的哪有淡薄仔参像迄求偶舞哈？什么求偶舞？人讲我跳个表舞啊，真有可能会产生感情。恁2个人敢是跳舞熟悉？是唱歌熟悉。哦，是安怎发生的？
我平时有足少参加我学生的聚会啦。我学生内底有人有带伊的朋友来，就是我的太太。哦。啊，伊带来，然后我介意唱迄个会当合唱的歌，感觉伊足特别的。安这大人敢会使？我会当接受，我会当接受。你在追求寺庙的时阵，敢有做啥物代志，互伊感动？其实我无在追求咧，是有一件的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吼，我若大概酒拢会啉一罐酒嘛吼。我大概啉拢会啉酒醉。那我发现讲伊大概安那啉拢袂酒醉，所以可能酒量介好，所以我就甲我学生讲，安会当有一件互伊醉安尼。结果伊嘛是无醉，结果你够醉啊！我够醉，对，我可能酒量歹啦。但是迄届酒醉出代志。出代志？出啥物代志？因为伊酒醉的时阵啊，我拄好要去便所。伊就甲我抽掉，不要互我去。啊，毋过其实我已经挡袂掉，然后后来伊就甲我诱转来，甲我揽的，就甲我告白。我甲你揽的。讲伊就介意我，叫我莫走。这段无印象，酒醉较有可能有印象。无印象啊。所以你到今嘛拢已经结婚啊，拢已经有囡仔，你讲无爱心灵。我感觉讲我无做这件代志。因为过当工，伊完全讲伊无做这个代志，伊嘛无可能做这个代志。我甲讲，我这世人毋捌伫20-30个人的面前去用斟过，只有你。你讲讲斟？这段代志我无印象。无印象。那你透早起来了后，你甲伊问，伊讲伊无爱心灵的时阵，你的心内是啥物感受？最生气啊！你唔免生气啊，因为人讲啉酒了后讲的拢是老实话。那有可能即摆拢结婚遐尼久啊，囡仔遐尼古水，遮大汉啊，那个讲我是有可能有介意。其实真正开始感动的，就是因为足无路用的，就是一杯甘蔗汁。甘蔗汁？啥怎？你爱啉甘蔗汁？迄当阵拄好伫咧年底的时阵，我感冒足严重，就是烧声讲完全无法度讲话。因为我有啉迄个甘蔗汁加姜，我声音才会恢复。寒天无得买甘蔗汁啊。有一天伊就敲电话互我，叫我落来楼骹摕物件。我想讲是要摕啥物物件，我都无声，佮感冒遐严重，叫要死啊！我要落来摕啥物物件？后来伊就摕一个甘蔗汁加姜互我，我佮讲，哇，这个寒天，你走去对买甘蔗汁啊？其实到即摆伊可能唔知，我毋是我家己去找，我是叫我妈妈去找。我妈妈，我讲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烧足严重的，你看有我都找着甘蔗，我伊去找足个所在。帮我找着甘蔗，佮甲用姜来煮安尼。是妈妈煮的，拢伊用的，我出一支嘴尔，我出一支嘴。人讲的你感动啊，结果你，要毋过我有心嘛。你这世人作为感动的代志，就是这件。你即摆来讲话，都无啊。我今仔日这个节目落线了，转去做，唔知影会变做啥物款啊？无啦，我讲成就的啦。当初是恁两个人咧交往的时阵，你的爸爸其实是反对的。爸爸反对，敢有啥物其他原因？有啊，伊讲，尤其是5、6届的啊，佮跳舞的国标老师啊，佮我的想法嘛同款啊，我拢感觉，迄跳舞的足花，足花哦，花洒洒，豆豆啊，有接受甲伊讲话啊，一段时间是，小可有接受啦，但是我嘛是还佫无足有迄个啦。是哦。你的意思是到即摆你还是真反对吗？即摆袂啊，因为伊甲伊结婚了后，伊有那对阮足好啊。嘿啊，伊对因爸爸甲对我嘛拢足好啊。一个好囝婿。即届幸福礼嘛是为着妈妈要来拍拼。对。是啥物？冷气机。冷气机是安怎是冷气机？因为其实我妈妈伊是一个。足伟大的妈妈，伊就是甲上好的拢互家己厝里的人，包括爸爸，佮阮遮的囝儿是说，大家拢知影高雄台南南部真正热甲会挡袂掉，热天的时阵，所以妈妈一直拢想要甲厝里的冷气装迄种变频的冷气，因为迄较省电嘛。爸爸佫足省啊，爸爸坚持毋免来旧的冷气，佫会吹一个毋免换啦，因为真正电钱足贵的。然后平常时啊，妈妈。佮毋甘吹冷气，互爸爸吹，然后伊家己咧做衫煮物件时阵，热甲大粒汗、细粒汗啊，所以
就想要替妈妈争一台冷气呀。啊，你用节目的名义会当主人去争，啊，伊爸爸就袂反对啊。伊就无理有人反对。嘿，无唔对。赞赞赞！咱做伙来看一下，因的幸福礼生做啥物款？妈妈有介意吼？有啊，有啊吼。那呢，是毋是会当换一台新的冷气机，就要较拍拼的哦？即马马上来进行扫甲徛袂在，敢若颠倒头栽，用笑甲厝下底的颗粒仔扫掉，敢若袂当车倒，有3届机会哦。那呢，恁今日是想要来挑战这个任务？哇，老师，是，老师请新出马。丈母厝的新的冷气机，就要看你的挑战是毋是有成功啊？是。然后呢，咱做伙来看老师练习的时阵的过程。什么代志？是什么任务啊？扫甲徛袂知，是安尼扫啊徛袂知吗？等，哦，啊，这是你搬叫的考试啊，啊，这是哪？干无叫哇！哦，较积啊！这伤强啊吧？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来紧来练习呢，拍拼，努力拍拼来练习要摕奖金。好 ，Ready Go！ 有机会吗？够！人生有做个机会。屏住呼吸，对。翠云之间。这把该有讲的。嘿。开始。来，好，你往上好，你这样做嘛 ？Go。目前当然是我尽量会加油，我有信心。耶！老师平时啊，学课时阵拢咧练习，我看伊逐工练甲真正足用心的。伊对阮妈妈就是丈母这份孝心，真正互我足感动。真实看。哦，我头试过来个，我无一件成功的，我怎么开始烦恼啊呢？真正无遐简单呢。我捌用的啊，手也要疼死，脚头舞也要疼死，脚躯底也要死。我是感觉像咱跳双舞安尼啊，同心协力啊，我感觉嘛成功机会介大。我有信心，你讲是毋是？是。老师加油，大家加倍加油，因为成功的等待，加油！耶！老师啊，你是毋是迄教学生教到伤过忝啊？你也知？恁迄练习的时阵有淡薄仔参像迄机器人哈，头一届失败啊，第二届。还是练习啊，无紧啊。所以你等下就有热情啊，把迄跳迄国标舞的迄表情摕出来。往内队，请就位。扫甲徛袂在，请开始。3, 2, 1。这酷势已经出来啊！无使。哎呀，我咧想诶，老师。哎，是。这是毋是爱无公平？爱无公平，对。共一边哦，是毋是可能会变做安尼嘛？我知。系啊，搁有第二届机会哦。第二届机会我互我的太太用。扫甲徛袂在，第二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加油！加油！被成功啊！
总算会讲得到这恁契机啊。哎呀，对啊。敢有啥物话要对查某囝？啊，个有囝婿，啊，个有囝婿讲。多谢，谢谢。这拢是好心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换你呐，只要扫掉10个考题啊，就算过关。敢有人要来挑战？1、2、3，来，这位黑色的衫，妹妹啦，来。你支持的球队，跟我是同款的哦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哪会知影伊支持倒一个球队？我看恁已经改足久啊。啊，哦，真是的，我今日真正有淡薄仔歹势啦，哎呀。所以你今日哪会来？我为着你。为着我啦，不是为着你啦，你这个好歹势。我嘛是爱歹势啦，我拄则受过水面啦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司机。哦，欢迎你。我感觉这足困难的呢，你敢有信心？有。试看拄则的一半，加油，要有信心。扫甲徛袂在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！哎呀，真可笑！你感觉问题是？迄过时阵个龟塔的。我感觉你应该是伤细啦。爱搁较大啦嘛。对。我一直听到有人咧细细念，过一摆，过一摆。咱观众朋友就有爱心呢。啊，讲唔敢大声讲，听到啊，过一摆机会好不？来，扫甲徛袂在，观众朋友第2届挑战，加油哦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恭喜你摕到1000块红包！谢谢你啊！感谢你对我阿母的支持，谢谢。欢迎一对，哇，恁规家伙仔看起来感情足好的呢，敢会当介绍一下恁的家庭？阮是四代同堂啦，4代同堂。有一个阿祖，阿祖无来。啊，大家感情会当遐尼好，是毋是甲恁的个性有关系？阮爸母就是看起来避暑，毋过实际上是真爱讲话安尼。真活泼。对，真活泼，真活泼。我本人就是较粗线条安尼。阮太太伊就是头家。讲到太太，这一定要好好讲的啦。对，伊就是总管安尼，总管。对。我想要问妈妈哦，拄则爸爸讲伊家己较粗线条，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？譬如讲，我咧生阿英第1代的时阵，我本来是想要自然生产，但是就无法度就是难产，我就是生足久，36点钟，真正有够痛，啊，我咧催船的时阵有够痛，我都一直掠迄个凌晨咧一直叫。啊，这时阵啊，阮翁就甲我问讲，哎，我想讲是毋是明仔载甲后日拢无法度洗身躯，安尼我敢会当先转去洗一个身躯，才转来。你爸都痛干呢？对。你讲伊要转去洗身躯？好佳在迄边仔的护士就甲伊骂，就无去啊。讲要护士骂，护士就讲你真正有够白吧咧。你是毋是根本无想遐尼多？我想讲。啊，就还袂出来。唔管是毋是要出来，你就是爱伫咧恁某的身躯边啊。系啊。我甲你讲哦，假使讲我是你，我可能已经无法度活伫咧这个世间上啊。你莫甲我讲啊。嘿，伊咧生囡仔的时阵，我只不过是伫咧边仔讲话，我就会骂啊。啊，姐姐。迄是我等个痛，所以我讲。第3胎的时阵啊，所以生到第4胎的时阵呢，我陪伫伊身躯边，我就坐伫边啊。啊，伊问我话，我嘛唔敢应。迄是因为你唔知影生囡仔到底有我知啦，所以妈妈拢是足伟大的。检讨。那呢，阿公阿妈，恁当初时看到这个新妇的时阵，你的心内敢有啥物想法？我看到伊嘛做有我的缘呢，我这个囡仔赞。哎呦，我唔敢当面讲，我是。等下甲阮太太讲，这个赞。哦，阿妈，敢真正有这件代志？有呀，我看这个查某囡仔顺顺啊，伊若含阮囝比哦，当伊加做有责任心的，所以我感觉阿妈，对，
那是卖和恁家比的。我看大家拢会当赢过阮囝。我咧讲，阮囝哦，这世人哦，做代志无互我学乐的，娶这个新妇互我甲学乐。虽然讲哦，你伫讲后生无啥物代志会当互你学乐啦，啊，毋过我想哦，其实应该嘛是真有效啦，对无？伊是一个足善良的囡仔，足善良的，伊非常善良。这个幸福礼嘛是规家伙啊，要送互阿公的礼物对无？因为阿公就是赛车，真正足辛苦。阿嬷嘛是要跳舞啦，对要教 yoga 啦，啊要做领舞安尼，足辛苦。所以就是阿公阿嬷就爱去浸温泉，所以咱就是准备想要带阿公阿嬷去浸温泉。那呢，咱做伙来看一个，因要送互阿公阿嬷的幸福礼是啥？温泉饭店啊！哇，这个礼物真正足好的呢，我嘛足想要吃的。阿公阿嬷有介意无？哎呦，有足大声的！来，即马马上来进行有够凉细啊！1分钟的时间，3个人做伙抓羽毛线，3只鸭挂入去鸭寮，就算过关啦哦！阿公有把握。哦，你想咩？有信心啊！阿嬷无要说，阿嬷就把握。当然没有把握。我有信心。因为你刚过爱有信心嘛？啊，你练习的状况是安怎？敢有成功过？当然有啦，当然失败较济啦。失败较济。咱做伙来看一下，因练习的 VCR。珍珠王姨，啊你到厝啊啦，咱要落车咯。哎，珍珠王姨，我回来咯。哎呀，今日是什么日子啊？该大家咧搞环境啊。啊，你是咱有报名一个节目。我知影。伊是要和阿公去比赛的。啊，这要创啥话啦？这是要比赛啥啦？啊，这就是咱咧挂啊。哦，你哦，你看哟，我俩这是真正啊！啊，你讲到没有啊？来来啦。哪样呢？啊，我俩就重点嘛，重点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么快。哎，我你手机，手机，老王，你今日来干啥？贵的方向，爱改变一下。哦，你讲我，你讲我，你也是随着伊的方向啊，你改变。你讲啦。哦，今仔礼拜，妈妈有咧上课。甲有摕一支手摕几块啊？一支手摕开始。来，安尼即马老师要甲你教一个游戏哦。这个游戏就是你夹这个鸡龟啊，甲伊硬风，夹这个啊硬风，伊讲有够大个啦！哇，啥物大个鸡龟啊会做啊？好，行来，咱一起去练习，go go。我第一名，你等着看，去电风去推。咱今仔日带妹妹来甲阿公甲阿爸做伙练习，这样就开用。阿风啊！安尼伊会就疼。看起来是真正就有把握的哦。而且阿公你踮咧厝的真活泼呢，你真正是来上节目。迄个影片最后讲的无介困难哦，简单哦。但是嘛，会甲规个规身躯干。规身躯干。啊，毋过我拄则看迄个影片，我有发现一件代志，恁伫咧厝的是毋是拢一定爱讲台语？对。为什么啊？因为阮囝是讲，咱台湾人袂使甲咱的母语放袂记哩，咱就要伫咱兜做起，爱讲台语。哦，甲这个遮尔大的责任打伫咧家己的身上。连阿英台语拢讲啊足好诶。对啊。阿英，你即马几岁3岁。3岁啊，是谁教你讲台语诶？阿爸阿母。阿爸阿母哦。等下要创啥？看阿公比赛。你看阿公比赛。对来来，珍珠奥运队，来加油一个，加油一个，阿英，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你讲一遍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
哇！来，金珠红一队，请就位。有够凉细啊，请开始。3、2、加油！奥利比亚，来！观众朋友来抢红包啊！一个人挑战，只要伫30秒以内，甲挂入去聊，就算过关。真的错！哎，这弟弟，来，红色衫的弟弟，你叫什么名？林天勇。伊伫咧找迄亏心。你是要开始啊？拍摄，来，有够凉细啊！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这里，来，在了。去辣，快！哎，你去，慢点打。成功了！谢谢。就这样没对不？恭喜你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哎，恭喜！来，多谢你，恭喜！今日真正是皆大欢喜哈！观众朋友摕到红包，你嘛挑战成功，会当摕到幸福呢！来哦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咱过来恭喜金珠一队，给咱幸福呢！谢谢。今日4组家庭哦，比赛过程真正足乐嘞，嘛带互咱大家真侪快乐。无唔对，不管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还是讲迄挑战的过程有偌困难，每一个家庭拢是真乐观的看待，这嘛是咱节目想要互大家看到的精神。是节目阁有较侪任务，阁较侪 surprise 要带互大家，欢迎大家紧来报名。后礼拜继续收看《公营斗阵来》。